大家好，欢迎参加共生用青岛数种汉宁专辑发表会。大家好，欢迎参加共生用青岛数种汉宁专辑发表会。大家好，欢迎参加江胜龙首张客语专辑抢听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彩玉。平常我都跟大家一样在台下当做听众。对，今天受邀来当做主持人，平常我都是在台下当做这个作为音乐推荐者的人，今天稍微捡起来这个担任主持人的这个角色，来现场用 live podcast 的形式来录制。那母语文化一直是我们想要找回来的根。前阵子大家应该都知道金曲奖，我们看到族语的作品在台上大放异彩，台语的专辑也获得年度专辑。那客语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位年轻人的视角底下看到，他把传统的客家的山歌跟撑船歌转换成新曲，那听起来也不会这么的哗众取宠。他也一部分的保留了原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那我所认识的江胜龙，就是在这个出发跟找到客语路上的这个过程，逐步找回自己的语言。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好好欢迎这一位江胜龙。大家好，我是江胜龙。哇，好多人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专辑发表会，然后感谢大家这个拨空前来。然后这边如果场地太小或是有点招待不周的话，就请见谅。这样是，但我们准备的东西应该可以让大家好好吃饱这样子。OK， 那我们现在先来好好来聊聊你的作品吧。好啊。对，刚刚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稍微介绍到这个客语的作品嘛，那总要先来问问看，为什么你会想要用客语来进行创作呢？其实写客语是到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写歌是从高中，因为那时候私立学校压力很大，然后就写歌抒发，是用华语的。那后来因为离开家到台南读书，想家的时候，发现客家话是一个很亲切的因为原本在苗栗就是很习惯，大家都会听到客家话，不会觉得客家话有什么特别。那直到说离开家乡，到了一个身边都讲这个台语或华语的地方，然后觉得客家话是一个很亲切的，然后让我跟家乡的连结就是讲到这个语言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因为只有跟家人会讲所以如果遇到一个会讲客家话的人，马上就可以拉近距离，就变成一家人的感觉。对，那时候就已经来台北了嘛？台南，对，我到台南艺术大学，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比较彷徨的时候了，就说就是离开苗栗，然后坐火车的时候听到那样子的火车上的广播。就是我唯一可以听到的，在公众场合听到的客家话，倍感温馨这样子。对，那一般的创作歌手其实不外乎很多都是从 cover 开始嘛。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首这个 cover 作品是什么吗？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拍 YouTube 影片，那时候很想你也是个 YouTuber， 我很想当 YouTuber， 但是现在大家看 YouTube 很多那个黑历史，我最近应该要把它锁起来。来不及了，赶快截图下来。对，赶快每一步先把它存下来。就是我觉得，我记得印象中我有 cover， 我把那个刚好遇见你翻成客家话。对，就是那时候红的歌吧。对，那好久就是很好笑，因为刚好遇见你翻成客家话是赌后赌东，所以因为爱就是唱起来就因为爱赌后赌东，就怪怪的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开始这样玩但是真正开始创作是到大学的时候。对，大学的时候就是用大一的时候，对，来创作第一首歌。对啊，你第一首歌是什么呢？第一首歌是《火房》，在我的串流平台也可以收听到这个单曲。那火房它就是三合院的意思，然后也是在讲我小时候阿公阿婆带我长大的回忆。那时候的作品就是才刚开始，所以其实现在听起来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像是一些客语的词的掌握度或者是旋律的词曲的这些咬合。对，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第一首创作的客语作品都相当的珍贵。那这一首歌的 demo 其实也
仅存保存在这个街声上面，面，上有可以听到这样子。对啊，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核心吧。这一张专辑叫《寻者青斗》，其实念起来好像是海陆跟四线合在一起，对不对？对，因为我家讲海陆，可是我是苗栗的海陆，所以呢，我们就是有点被四线影响。那客家话讲找到，四线腔是请斗，那海陆腔是青斗。但是我家就讲青斗，就是没有那个海陆的那个青的那个舌头的音啊，对，你就知道我刚刚开场的时候练两个这个句子多困难。他昨天还在跟我那个对这个客家话，结果还是错了。对，那用意就是说，我家是这样讲啦，那可能教育部规定是那样，但是标不标准，我觉得是阿婆觉得标准就可以了。阿婆觉得对就是对。对。OK， 其实我记得那个寻这个字，其实也跟客语的情字也有连结，对不对？对，感情的情，在客家话是请，找是寻是请，它是差别在有没有闭口音。这就是江胜农的客语小教师开始。我发现这个点就是说，我在找寻的过程，我真的找到的都是情感，找到对家人的情感，对家乡的情感，或是对于母语音乐文化的情感。对，所以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下一个很重要的标，叫做这一张专辑是我从离家开始一路写回来的专辑。对，就是从离家开始，我才知道家是什么。因为原本在苗栗你就很熟悉嘛，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我离开家之后才会知道家是什么，然后我因为离开家而开始创作，开始回家这是一条出发的路，也是回家的路，这样。多么感动的一句话。OK， 我们今天的听歌会会有5首歌，总共有5首歌，前3首我们会用播放的方式，那后2首我们会用这个现场演出的方式表演给大家听。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也稍微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一首歌是刚好是你离家的时候写的这张作品。对，这首歌叫《爱上的通打走一姑》，就是我想要跟你聊天，那我想要跟我阿婆聊天，可是我客家话又忘记了。然后借由打电话的方式，我每个礼拜，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就每个礼拜跟我阿婆打电话，然后从很简单的生活的客家话，慢慢的念转来，就是捡回来的意思。等于说透过这个方式慢慢把这个语言捡回来。对 ，OK，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歌吧。好。送给后世界大礼拜，大天发不易。为什么给世界动摇很公平？唔记得大不易，你喊我们爱，用么打转来呢？用么打转来呢？爱上会痛打碎骨，唔够合法撒公出。愛上會通打碎鼓，唔講唔啲運用班講，愛記得嘅合法，從到意思啦，唔啲運用嘅門，身體好麼？愛上會通打碎鼓，講攏用嘅法哦，愛上會通打碎鼓，用合法攏講笑哦。盡來嘅合法，見來見多，做得滿呀嘅身體好麼？愛飲盡來嘅合法，見來見多，做得對愛嘅關心我。好的。这刚刚的播放，刚刚看到那个上面的投影片啊，其实每一张照片你都可以从旁边这个墙上都可以找得到那些照片。对，待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那边看旁边。这个江胜龙把自己的家当都拿出来了。对，我们来聊回来这一首歌吧。其实每一位的客家歌手，好像一开始初步起步的那个选择的风格都很像是民谣嘛。都会想要来聊聊看民谣怎么出发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受到我爸爸的民歌谱的影响。民歌谱，就是我开始学吉他、弹吉他的时候，就弹我爸爸的民歌谱。这边也有那个小小本的，小本在那个黑色相框的底下，对对，那个小小本，那个民歌谱就是以前在民歌时期，然后会有那时候我就弹唱了很多绿岛小夜曲啊、快乐天堂啊，这么久，外婆的澎湖湾啊、童年啊这些。我觉得它变成我的养分，就是我现在的创作里面，也许有一点民歌的影子，或者是我喜欢的朗朗上口的，或者是简单的和弦，可以让大家觉得想要那个单纯美好的年代。对。现在听比较多是民谣方面的，江胜龙后面还会继续放招，很厉害。刚刚其实还有听到另外一个蛮特别的乐器，应该大家还是有听过啦。这个传统乐器叫二胡。对啊，你怎么会想要把它放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我在想客家音乐有什么它自己的味道，除了语言之外。对，所以我在找客家的音色，或者客家的旋律。那我还去学了二弦，椰子壳、椰子胡。那个通常都是要那个二胡首席才会学的那种，对，就是很难。那个是客家传统的，在八音北管或者是客家山歌小调里面会出现。那这次我们是用二胡了，二胡就有点不一样。二胡也是在传统音乐会出现，但是它是蛇皮，跟椰子壳是比较响亮了，就是更尖锐。那因为刚好我们学校有国乐系所以找了这个国乐系的同学来拉二胡。那刚好就在尝试说，到底客家音乐有什么除了语言之外，它自己的味道，可以让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客家音乐。但是我不确定融合的有没有很好，就是还在尝试的过程中，那可能继续的进步这样子。对，我们后面也会听到很多他尝试的这个经历过程。对啊，接下来我们准备来听的这一首歌叫《小船情歌》，其实就很明显可以感受到江胜龙把传统的客家小调融合在作品里面。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了。好。我们在河边不需要语言，你在我身边不烦恼明天。我们在船边，时间并着肩，一起唱着歌能忘却时间。三年里来秋思思新年，行路夫人来赠船前，重复走马秋山山铺桥，风流哥来带满见咯，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呀落地带满见。这一首又是江胜龙用了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他客家小调。对，这个是跟留声乐团，就是今天老师也有来，然后阿卡贝拉的方式来把客家的小调撑船歌变成抒情流行的版本。那因为我觉得客家撑船歌大家应该会有共鸣，不管你是闽南的族群，你可能会有听过桃花过渡，它是类似的曲调，只是不同的旋律。那用阿卡贝拉的方式也是，大家虽然我们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文化，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唱歌，藉由音乐来交流。那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可以传达这个，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但是藉由音乐，我们可以跨越这个语言的隔阂。对，这个超重要。对于现在在制作很多音乐的这个创作者们，这件事情好像都应该要把它谨记在心，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来传达给世界的很多乐迷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啊。那当然也要来聊聊这个跟阿卡贝拉乐团、流行乐团他们的合作过程，因为我
感觉这个录制的过程就非常困难啊，要很多人在那边录。对，因为我们很多的乐器，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台南录的。那因为留声乐团在北部嘛，所以我们就在北部录音。那会是在雷克斯音乐工作室，就是维鲁老师的工作室。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录阿卡贝拉，然后我们也没有经验，我们就自己玩的。那就是一个一个录嘛，然后我们要去听拍子、听 click， 然后听大家的和谐度。那最后包括像 editing， 这首歌是我自己 editing 的。我靠，对，因为我们其实平常经费不足嘛，对的，因为平常有些前面的歌曲是我跟录音师一起做，他做比较快，后来他太忙了这首歌就他放掉你要自己做。对，我这首歌就自己，但是我发现我这样累积经验很快，因为这首全部都是 vocal，然后我每个都要调拍子跟音准，然后就是蛮快速的，我就发现其实 editing 有它好玩的地方了。然后当然就是也更有一种这张专辑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感觉，就包括我参与了，包括后制的地方。对，是，这个月等打怪还是可以进步最快的。对，包括这张专辑也是你当制作人嘛？对，那我其实就我第一次啦，然后我也没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学到很多，因为每一次进录音室，我们都在学校台南艺术大学的录音室，然后跟工程组的同学、跟乐手、跟编曲的同学要沟通。我觉得制作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要很了解每个人在想什么，然后还有我自己想要什么。我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你要担任那个心理师。我要有一个 reference，然后我让大家有方向，大家知道怎么做如果我有时候很不知道到底我要的是什么时候，大家会迷失方向。迷失方向。对，那其实现在看起来其实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是就是当做一个这个经验，以后可以做得更好。对。其实我一直都跟很多已经发行的作品，因为我过去也采访过很多乐团或者是音乐人，我都会跟他们说，专辑诞生就是录出来了，那就是录出来，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记录你当下现有的能力，把它记录下来。那接下来你一定会发现说哪个地方又做不好，那我们下一张再努力看看。其实很多细节我是真的是到录音的时候我才知道，包括什么要先录贝斯还是先录鼓，还是先录什么乐器，然后这个吉他要什么音色，要找谁弹，然后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影响。那就是如果很早就开始有每个很明确的规划的话，应该会做得更好。那现在有一点点像就是拼凑起来都没有录错，都是对的，可是就是比较保守了，我觉得。那也许下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对。你现在在预告这个第二张专辑会是长什么样子吗？他有跟我讲，他第二张专辑的样子。有吗？首张专辑的抢听会，我们就来讲第二张专辑。没有，我还在构想。对。OK， 但我觉得那个才是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把它保留下来了。对这件事，刚刚其实提到一个关键字叫雷克斯音乐工作室，对，里面有一位重要的人是陈伟儒老师，对，就坐在我的正前方。他也帮助你很多关于配唱的部分。对，那我很感谢他在这张专辑，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或是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我就会问他然后他也很不吝赐教就是他很乐于分享然后也给我很多的指导。那甚至到台南来帮我配唱他就开车从台北下来到台南艺术大学，什么开到乌山头水库这样。然后当然对他可能是想来喝牛肉汤。对。目的是这个啦。没有，目的是录音。对，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录啦，只是录完我们去喝牛肉汤。对。对。OK。对。那我很感谢他的一些指导，包括像后制也是，包括我的音准有一些我自己听不太出来，因为我自己写歌有时候一些盲点，那他可以帮我
给我一些建议，怎么样修改，让这首歌曲达到更好的样子。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其实是对你来讲配唱是相对艰难的这部分。对，这首歌是我超越我的音域，超越你的音域，没错。先来好好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吧。高街，爱打扮，来健身，刺痛加水刺，强下摆，阿公婆，爱食糖果，跳摆嘅世界，行营亦托香港，美食糖果，跳摆嘅世界，行营上天南疆。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陈伟儒老师，那刚刚都已经 Q 了嘛，那我们就直接邀请陈伟儒老师来当我们的特别嘉宾，来上台来聊聊吧。欢迎。OK， 大家好，我是陈伟儒。现场也有很多是我的前辈，对，然后还有很多业界的 DJ，很开心，很感谢大家来支持申勇阿勇给转线，很开心。是吗？总要先来聊聊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吧。刚刚是有提到，因为在雷克斯录音工作室那个录音嘛。对。我们怎么认识的？我记得要写一个南向计划。对，我们本来想要写计划去马来西亚交流，但是没有拿到计划，最后没有。但是我们就因为这样认识，我们就有认识，但是就没有那个缘分。真正缘分是我们去开会，开那个台湾客家新音乐创作协会的那个理监事会要投票，然后我记得余伟老师也在现场，然后他就说：“我们来介绍这位非常年轻的，就是我们非常年轻的会员。”好，然后我才发现说，就是阿勇，就是阿荣这个特别就是跟他好像有一点就是投缘。然后我们后来协会会去吃热炒，然后我就带着他去认识所有的一些老师这样子，对，然后就去敬酒。对，但是我们都拿苹果西打。对，那其实后来是在比较真的认识是在台北市客委会的一个创作营队，然后老师当老师讲师，我去上课，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就很多问题可以来问他，他也很乐于给我这个指导。对，当时也是英语位老师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哈克创作营，就是北市客委会的那种就是带新创作客家的一个营队，那我是担任编曲跟作曲的一些比较基础的老师这样，然后他就会我们就开始越来越熟。对，其中就是也有一起去演出或者是比赛交流，在这些照片里面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对，对，我们后来就是蛮密切的，对，我们比较熟，因为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要住一起。对，我们后来有去马来西亚，有去福建，后来还去了哪里？去很多地方。对，就是基本上有一起睡过蛮多次。这是可以在台上讲的吗？还是更细节要付费了？纯聊天，纯聊天，对，我们都是纯聊天。你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吗？好，他说，老师，我想当客家歌手，但是我到底要怎么定位我自己？你都半夜的时候在聊这件事情，我说
啊，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这个很重要。对，所以我在老师身上也学到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有点放不开的内向的人，但是常常就是他出去一起吃东西啊，或是干嘛，就是我以前演出前会很忌讳吃东西，然后他都不忌讳，都吃炸的，然后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哇，这样好快乐哦。我就被影响了，所以大家看我去年可能现在变胖了。其实以前表演跟时间不会紧张，以前表演的时候会紧张，就比较拘谨。但是后来我发现，对，就是反正久了就会找到那个节奏，就是对，轻松一点。对，那既然江胜龙都已经准备发了首张专辑，那老师有什么想要鼓励他的一些话吗？也可以跟他好好在台上分享给他。就是大家听到一条黑安多爱黑黑客家，就是他之前这首歌曲，我觉得我当时听他阿荣的作品，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在现在算新生代的蛮厉害的一个，我觉得他可以定位新生代。对，他很年轻。然后在客语这部分，然后因为其实客家的歌曲要有分乡亲朋友谈的是那种困难的事情，客家的歌曲要让客家乡亲听得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还有经验和你的能力也同好，其实并爱一开始创作客家歌曲的时节，做客家歌曲的时节，他的底子比我还要好，他就是从小就是从苗栗出生的，他说的每句话，他做的每件事，他的态度都很有客家的感觉，但是他又很年轻，所以有的时候我像照一面镜子，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我相信他的存在跟他的所有的接下来的所有的作品，大家听到了，跟他对于未来对母语音乐人，或者是对想要成为母语音乐人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对我这个就是可能算大他一轮的前辈来说。吉亚董冲腰啊，他也算是我的贵人，对，是，我也分享一下我对于这首歌，因为去年我在北流的 Open Lay 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然后在那之前，他其实是播一段是阿泰的一个录音，对，我们在开头有看到，对，我前面那时候放了阿泰唱挂金牌，就是北管，那个是我舅公录的东西，就是把瓦泰生前的影像放到 YouTube 上，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写客语歌，然后我舅公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看到瓦泰生前的影片，他唱山歌北管，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就发现原来山歌不是课本上的东西，它就是在我的血液里，就是跟我的亲戚就是非常相近，那我就这更有一种就是原来我喜欢唱歌是因为瓦泰声音这么亮就有一种这样子的感动，有对，遗传的感觉。对，刚才我在车上听一个 podcast 说，其实你看了一本书，你会跟那个作者的内容混写，所以我希望大家听了客家的音乐，不管是阿勇的音乐，还是可能在座也有其他的很优秀的客家歌手，我相信就是客家音乐做出来。它的存在是你听了，即使你不是客家人，或是你有一部分客家的血统，那你有机会透过他的音乐跟他混血，就是会被他感染。所以其实创作者最重要的，虽然这是我们的呕心沥血，就是我真的是开了300公里去台南录音，又绝对不是喝牛肉汤而已哦。其实有一点动力是牛肉汤，但是每一张专辑，我相信只要是音乐人都会懂，就是都是我们的呕心沥血，就是有无尽的怀疑或是恐惧，甚至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做补助跟帮助，所以现场有是补助这次我们募资计划的，可以举手让我们看一下吗？好 ，OK， 都是这张专辑诞生的对，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了，对，所以我也觉得好的音乐跟优秀的音乐人，我也愿意就是多
多帮助他这样子。是。那老师也谦虚了，其实老师也已经今年也发行了新专辑，对，已经是第3张了。对啊，我觉得坦白讲，是因为他的专辑开案，他就一直问老师，我专辑应该要定几首歌，歌需要多少，然后要怎么录音，怎么编曲，怎么混音，我就一直跟他讲，你等一下就怎么样，你接下来怎么规划，结果规划一下，我发现，不对。好像是也该做一张，我应该先做一下，然后他还在做一个完美的，还在募资的时候，我就说：“阿荣，你看我现在这个母带已经混好。”对，他超快的，他是把他这几年累积的作品，然后整理重新录，然后大概1-2个月就完成了。我觉得阿荣曾经跟我有一次他分享一个贴文，是那个客新闻采访他，当时的标题是下说。阿荣想要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我不确定你觉得你做不做，已经做到了没？但是我觉得你影响到我了，对，那才会这么快速的诞生了我的第3张专辑，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是我走心，对，第3张，对，是我的小弟的第3张专辑，里面也有江成荣跟我一起共同创作的2首歌曲。那我觉得客家音乐人。做咧强下创作，一起创作，强下来交流音乐係同幸福嘅事情啊，所以我感到很感动，也很幸福。对，谢谢。对啊，非常感谢陈伟富老师特别来当嘉宾来聊聊这一段。那大家回去的时候，除了待会12点的时候听江胜龙的首张专辑之外，也搜寻一下陈伟如。我走心这张专辑，对，先江胜荣，先请豆，再走心吗？对，再走心这样子。谢谢，好，那谢谢老师。新梦。我们也差不多到1半左右了，大家应该会很想听这个现场表演的部分吧？对，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乐手先来 setting 一下。那我们再来跟这个江胜龙来聊聊这一首等一下要表演的歌。1、2、3，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是专辑里面的第1首。对，那这首歌叫做《正月半来蹦龙》，正月半来棒龙。那正月半就是元宵节啊，农历的1月15。那在苗栗有一个特别的文化节庆叫做棒龙，那就是舞龙。然后鞭炮炸龙的习俗，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然后会去听龙啊，就是跟着龙。那其实我那时候不太了解这个传统的节庆，我只是觉得很震撼啊，因为龙穿梭在那个鞭炮声、敲锣打鼓、烟雾弥漫啊，真的很像一条龙腾云驾雾雷电交加的感觉。雷电交加对了，放鞭炮啦，没错，那种感觉很像，就是我们看到炸邯郸那样，只是那个穿梭在里面的是龙，不是人这样。对，那直到说后来，因为我参加了温思凯老师的节目《客庄花露米》因为我要介绍很多客家文化。我就回去找我家乡这个传统的节庆是棒龙，我才去了解。我去问比如说胡龙的师傅、做龙的老师，然后这个节庆的活动，它是跟客家的龙神的信仰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步骤。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传承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以前龙会穿梭跑到你家里面来拜年的那种，然后你要给他红包现在可能顶多就是政府的活动或是特别的这个赞助才会有龙队。那他说那个每一个乡村都会有一只龙出来，就是一庄会有一龙，对，就是每个村庄的龙都会长得不一样，也不同的胡龙师傅，然后不同的舞动的方式。那现在就是比较少了，所以我就写这首歌跟大家分享。是，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吧。
老婆不骂，唱戏动好困啊。阿公等爱戏，龙戏乃就天殿，让龙界世界像一条龙来拜年。昨夜半生龙来到人间，归条如虹，闹热渐渐自跑尾，濒临崩龙向冲天，严肃心肝渡给梦田。昨夜半生龙来到人间，归条如虹，闹热渐渐自跑尾，濒临崩龙向冲天。严肃心肝渡给梦田。台给世界，动稍微烫到，头颅大鼓老洋洋，爱长地，你在传统。热泪热笑，好用劲来劲笑。因为向读书上木卡的世界，困阳用共用感觉算多莫累。昨夜半生龙来到人间，归条如虹，闹热渐渐自跑尾，濒临崩龙向冲天，严肃心肝渡给梦田。渐渐自跑尾，濒临崩龙向冲天，严肃心肝渡给梦田。昨啊年里来秋思啊思心言，行啊路夫人来赠传钱，重复照幕秋山啊山不叫。风啊溜啊歌来大万件咯，係呀落地係，係呀落地係，係呀落地係呀落地。昨夜半生龍來到人間，歸條如虹，鬧熱漸漸自跑尾，瀕臨崩龍向衝天，嚴肅心肝渡給夢田。昨夜半生龍來到人間，歸條如虹，鬧熱漸漸自跑尾，瀕臨崩龍向衝天，嚴肅心肝渡給夢田。什麼題㗎？安子 C。好的，好的。那个乐手们先稍微留步一下，我们来简单采访一下吧。这个号称这个江胜龙也组乐团了，这江胜龙乐团啊。你们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好啊，那从本阳开始。嗨，大家好，我是本阳。他是我们南艺大应用音乐系的爵士演奏学程。我是流行音乐创作学程。我经纪人是艺术管理学程。然后音控是录音工程的学程。所以所以台南艺大就包办了所有了。所以南艺大的应用音乐系就是流行音乐产业的分工。然后好了，没有要帮大家招生，就是今天潘刚老师没有来，我们系主任本来要来的，他临时那个受伤没有来。那很开心，因为刚好我读这个科系，有很多同才之间可以互相帮忙。那我从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他，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刚去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我已经到宿舍了，突然发现要变线上上课，可是我们都已经到学校了，然后我们就很无聊。你们是那一批受灾户。对，我们就在宿舍一起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住隔壁而已。那个对，然后他还灌我喝酒。OK， 好，然后我想要继续聊。然后隔天要健康检查，我的肝就红字。对不起，我的错，对不起。OK， 但是那时候就是我最早的那首《火房》的那首 demo 里面，就是他打的键盘鼓，用 MIDI key 上去。对，那后来我们在学校的校内的歌唱比赛，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更热闹的，应该说编制，就是说更有画面感。
所以我找了小金学姐，今天有来，她来帮我们编二胡，然后找一个国乐系的同学来拉。你还没好好介绍他。对，那他是宣涵。对，我也是念南艺大，然后我们都同届，然后我是就读中国音乐学系。本来他们是找另外一位同学，结果他后来转学了。无法促成这一段缘分。对，是我同班同学，然后他就因缘机会下推荐我，然后我们就一起组合去表演，这样。对，然后我们就一起演出跟比赛，就慢慢越来越有默契，就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刚刚讲到，我从去年第一次听他在北流 Open Land 上面的表演之后，看到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演出，不管是比赛或者是演出，我都看到你们3人组合，至少3人组合，对啊，在什么刮风下雨的那个时候，你们还是坚强不挺的在台上表演，是印象很深刻。在那个金旋音乐节的时候，那时候下大雨，对，他一上台，然后台下就下大雨，这样，然后所有这个来听的人都要撑着一把大伞，这样，对，超好笑。那你有要问他们有什么样的？对啊，要好好来问一下你们各自对于这个，因为你们已经表演了很多场了嘛，你们有没有各自印象深刻的表演？刚刚说的那个刮风下雨是蛮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其实是这样子拉，但是那个雨是这样子，然后我还要这样子侧，还要侧一遍，对，还要旋转，蛮印象深刻。再来最有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学校的那个刺桐的比赛，然后有一次的彩排，然后就是大家默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很专注的那一次，就很印象深刻。所以刚才这个还好。刚刚也是这样，非常印象深刻。好，可以分享了。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去年在 Open Lab 那一场，因为我们系有就是毕业制作，就是它是一门课，然后也是你要毕业的话，你就要做毕业制作这门课，然后它就算是盛荣的毕业制作，他就在大3升大4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完了。那我是今年4月才把我的毕业制作做完。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那天演完之后，我就开车回宜兰，我是宜兰人。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很饿，然后我要吃东西，然后我就把我手撞断了。啊？为什么？没有，就是我要吃东西，然后反正就是我跌倒，然后就撞到流理台，然后就断了。所以是江盛龙害的。我没这样讲，我是印象很深刻而已。印象很深刻。手指断掉，掌骨断掉。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能打鼓。对。休养2个月。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没有鼓声这样子，只能放卡。对。还是你自己打？那时候就是看状况啦，然后我们也有这样子的配置过。2个人的配置这样子。正式专辑发行之后，应该不会看到只有这样子的演出啊，因为还有更丰富的编曲。对，如果在专辑里的版本的话，会是这样子的状态。他打爵士鼓，然后有贝斯，有在藏念版《雷崩龙》这首歌，它是有录弦乐，是里面最复杂的丰富的一个编曲。所以才要放在专辑的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就会给大家炸的。对，然后弦乐也是音乐系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是应用音乐系的人编曲，然后给找音乐系的人来当乐手，这样。然后所以整张专辑其实真的很多都是在学校完成，应该挂名南艺大了。对，要很感谢。对啊 ，OK。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一路共下》，其实在先前已经先发布在串流平台上，是跟另外一位民谣歌手苏文绍。我会说他是民谣歌手，但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乐团的主唱，是桑尼的乐团主唱。对，所以我们这个在台下都会私底下说他是民谣少跟乐团少，因为他的个性会截然不同。对，你之后去看一下他们的那个乐团就会知道。可是这一首歌你们怎么把它合作起来的？最早的《一路共哈》这首歌是那个叶玉娇老师，我在参加客家夏令营的时候认识他，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他写的歌词。我看了很有感觉，因为他也是在讲离开家乡打拼，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歌之后，我想到我做专辑里面可以加入一些不同的声音，然后因为文绍老师也是我在大学时期就是创作比赛的时候他是评审，然后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创作上的指导，因为我去参加他的创作班，然后就觉得应该有他的陪伴在这张专辑里面。对，这张专辑太多人陪伴了。对，这张专辑就是
这首歌是最后一首歌，然后一路穷哈就是一路一起，就是一路同行，然后我们陪伴着彼此继续往前走。那文少老师在里面加入了一段是就是华语跟英文的交错段落，所以在里面就会多一个角色，就是就算我们背景不一样，可是我们可能有共同的目标，我们都在努力，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给予彼此支持。然后在这首歌里就是一路穷哈，就是一路同行啊，一路陪伴着彼此，对，有力量，对。对啊，我记得你们好像也都是算北漂上来吗？还是文少老师是小幅度北漂，他从桃园到台北。桃园到台北，那个江胜龙他比较远。刚刚没有讲到的是，他是特别从南部上来台北。对，那时候我都要一直从台南跑去台北上课，然后夸张哎。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有机会就要学这样子，所以然后也很喜欢文少老师的民谣创作，很清新，然后让我真的就是很向往那个感觉了。他可以人情合一，进入那个状态。对对，是，我去年也是被他的一张 EP 春曲感动了，文少。对，所以我很能明白江胜龙他想要形容的那种悸动感。对啊，可是这种悸动感其实某部分我也看到了在他的专辑里面出现了。对，那我们就来好好来听这一首，因为现在等一下要来表演的这一首是专辑里面没有的。对，应该说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好，一路穷哈，好，一路穷哈，送本大家。穷哈行高，慢慢慢慢嘅山路，穷哈糖高，千千万万嘅功夫。穷下失果，雄雄脆脆嘅碎步，留下美好嘅印象在心肝肚。一路穷下，一路穷下，村內茫茫家鄉嘅花。一路窮下踏遍行過，牽引帶路，見行見笑，見行見言。上到盡也嘅夢，不定夜光，同樣嘅個大愛盡播。辛辛苦苦嘅條路，窮下堅持，心心念念嘅前途，窮下夢想，世世代代嘅照顧，在未來路留下行高嘅腳步，一路窮下，一路窮下，村內茫茫家鄉嘅花，一路窮下踏遍行過。牽引帶路，見行見笑，見行見言，特擺上到盡也嘅夢，不定夜光，同樣嘅個大愛盡播，一路窮下踏遍行過，牽引帶路，見行見笑，見行見言，特擺上到盡也。古代愛盡播，我陪着你一起走過每個路口，最難過的時候為你帶着笑容，踏擺上到盡也嘅夢，不定夜光，同樣嘅古代愛盡播，行在路紅每重走。行在路紅每重走。好，什麼提綱？跟住先。
谢谢大家。这一首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抢听会的最后一首歌啦。那基本上我们这次的抢听会就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结束。那收尾的部分的话，我想要稍微捡回我这个寻声入座的主理人来说个几句话吧。因为我其实跟江胜龙认识也是透过他的经纪人的关系，然后进入到他的世界里。当然一开始就像我刚刚讲到，就是从北的 Open Lane 那个现场演出，我觉得我们在当做听众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很常透过现场的演出被感动，所以才一路陪着他从这个专辑，虽然我们没有参与录制，可是我们会稍微参与了他的企划，就例如说可能发行募资企划啊这些过程，然后我也稍微在他旁边，就是跟着规划什么的。对，这个过程我觉得好神奇，因为我做这个平台3年，从来没有就是经历过一位歌手他发的首张专辑，这个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对啊。然后另外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其实他发这张专辑叫寻着，我们的平台也跟寻有关，只是字不一样。对，那个我们的寻声入座的寻是赤部的那个寻，它其实是有点沿着跟依照的意思，其实就很像我们音乐媒体，就是因为作品，就是我们会因为音乐人的关系，就听了他们的作品，然后心生向往，就觉得他们作品很好，所以会想要去透过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影响力，就传播给其他人，放大这一张作品的影响力，这样子。那我觉得江胜龙他至于音乐的话，他其实是这个透过他的客语作品去连接生命这样子。这个麦克风好像有点没声音，我用这个来讲好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开心，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抢听会，可以陪伴，也很感谢所有来现场的贵宾们啦。对啊，就是陪伴他们一起，陪伴江胜龙走过这一条寻根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而且可以从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文化，我觉得。我们一直说母语文化需要有这个新的人来接手这个传承的这个东西。虽然讲传承很有点吃重，可是这件事情放在他身上，反而是一个他很想欣然的接受，而把它承载着到未来这一段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然后我看到他慢慢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好像那种那个培养的过程，让他慢慢变成可以站上大舞台这个过程。对啊。那最后的话，我觉得就发挥我们这个，请贵宾朋友们就发挥我们音乐媒体的影响力，好好分享他的作品给身边的朋友吧。对啊。那接下来这一张专辑呢，也会在12点的时候上传到全串流平台上。这样子，那之后的话也会有实体专辑，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实体专辑怎么样？好，我的数位专辑就在7月11号，就是今天午夜就上串流各大的可以收听，然后我的实体专辑正在努力当中，所以预计是9月，9月可以到各大通路购买。那如果是募资的朋友的话，应该会更早收到，就是可能8月的时候。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多多支持。你要好好感谢一下那个募资的朋友们。对，然后感谢还没看到那个作品的实体，就赶快赞助你。很感谢，就是所有包括赞助或者是因为我定的这个目标，其实我有蛮有压力的。最后还好有达到，然后在压线的时候达到。对，但是很感谢，就是所有给我鼓励或支持，不管是赞助或者是在很多的这个讯息上啊，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今天想来，然后来不了，然后我觉得希望有机会未来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巡回，就是在11月的时候会有一个专辑的小的巡回，然后。会在3场北中南，就是从我的学校台南开始，然后台北是我工作或活动的地方，然后苗栗会有1场，所以到时候可以大家来支持。那台北场是在女巫店，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关注我的 IG 或是 Facebook， 然后找到专场的资讯，之后也会
公布这样。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看现场演出啦，就可以。就其实就跟像我一样，因为现场的演出感动而想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就像现在，很感谢现在所有莅临的贵宾们，还有一些朋友们，我很开心能够担任这次的主持。那我们这次的听歌会也差不多到这里。那最后的话，如果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欢迎举手，我们可能保留个1到2个 Q&A。可以。对啊，不然的话我就要来准备问题咯。啊，有吗？对，好，有没有？你们可以先问，对，有吗？我想先提一个，就是我们因为专辑前几天，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抢听会的过程，其实我跟他蕊过非常多东西，可是中间就是我们还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两个私底下在聊什么吗？你还记得吗？我们聊声韵学，你记得吗？声韵学，不是声誉，不是声韵对啊，那时候在听的时候以为是声誉。哦，谢啦。OK， 就是没有啦，就是因为他是读国文系的。对。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真的有研究，只是我很好奇，所以我就跟他聊这个。一切的原因就是刚开头我在那边念的那一句，因为我就要希望我可以字正腔圆的把那些字都念出来，所以我一个一个字去问他。我觉得他念得很好。对不对？其实大家听得懂吧？前面的老师们听得懂，前面的四线腔跟海陆腔的打招呼，没错，对啊，就我觉得那个过程好有趣，因为我平常过去在读中文系的时候，只会看到什么平赏去路，可是其实在那个海陆跟四线里面，它陆生字里面还有什么阳路跟阴路哦，那个我们就在那边讨论，超无聊。超级无聊，我们就在那边聊这个。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客语创作者或母语创作者来讲，语言的掌握度还是蛮重要的。虽然我可能没有掌握得很好，但是希望可以努力的把它找回来。然后我觉得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不是想着要创新，或者想着要包装，因为我觉得客家话本身就很美，客家音乐。传统音乐本身就很有值得被大家欣赏的魅力，所以我只要把这些大家遗忘的东西，但是很美的东西让大家听到而已，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啦。对，是，好，那我们今天的听歌会差不多到这里结束。那结束之后呢，都还可以再找江胜龙，就是拍照啊。可是我们有另外准备那个照片，就是你们看墙上那些，其实我们还有留一些照片，那你们都可以挑一张，然后给江胜龙来签名这样子。如果想要的话，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好不好？对啊，大家都可以这个拿这个照片。黑胶不行哦，这是我带来的黑胶，这是就是我舅公他们家以前没有在听了，然后就拿回来，然后有一些像邓丽君啊或金韵奖啊，或是就是蛮老的黑胶，可是。我好像就很喜欢这种老东西。对，你能想象一个历世代的人现在还会听这样子的作品，这很厉害了。我在每次回台南的租屋处，我就会打开那个讲课广播电台，就是那个，因为我的收音机跟黑胶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听电台，不然就听黑胶这样子。好特别。OK， 好，那剩下的我们就私下聊吧。就今天谢谢各位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抢听会，谢谢，感谢大家。